各位樂富區及橫潭村嘅街坊，大家好，我係陳偉坤。呢10幾年，我喺社區見到好多人嚟嚟去去，但係楊樂軒阿軒仔，佢真真正正堅持落區，堅持做實事嘅年輕人。佢係清華大學嘅碩士，澳洲註冊嘅會計師，但更重要嘅係佢有心、有責任感，從來唔怕辛苦，肯聽意見、做功夫，肯衝肯拼。真係做到街坊心入面去。我係楊樂軒。香港過往一直面臨人口老化、出生率低嘅局面，要破局就一定要有改變，減低生育壓力，促進本地就業，增強社區參與度。阿軒會喺政策層面上面做好民生工作，唔係有窿補窿，耗費資源。希望發展嘅成果可以帶俾我哋市民切實嘅幸福感。懇請你哋喺12月7號全家總動員投票支持我楊樂軒。12月7號專業領航，我哋一齊啟航。